引子：煉金術士拿起一本書，那是商隊中的某個人帶來的。書沒有封面，但可以辨認出作者的名字：奧斯卡·王爾德。奧斯卡·王爾德，1854至1900，英國著名作家、詩人、戲劇家，唯美主義藝術的倡導者。在翻閱那本書的時候，他看到一篇關於水仙花的故事。煉金術士知道這個關於水仙花的傳說。一個英俊少年天天到湖邊去欣賞自己的美貌，他對自己的容貌如痴如醉，竟至有一天掉進湖裏溺水身亡。他落水的地方長出一株鮮花，人們稱之為水仙。奧斯卡·王爾德卻不是這樣結束故事的。他寫道：水仙少年死後，山林女神來到湖邊，看見一壺淡水變成了一潭鹹鹹的淚水。你為何流淚？山林女神問道。我為水仙少年流淚，湖泊回答。你為水仙少年流淚，我們一點也不驚訝。山林女神說道。我們總是跟在他後面，在林中奔跑，但是只有你有機會如此真切地看到他英俊的面龐。水仙少年長得漂亮嗎？湖泊問道。還有誰比你更清楚這一點呢？山林女神驚訝地回答。他每天都在你身邊啊。湖泊沉默了一會兒，最後開口說：我是為水仙少年流淚，可我從來沒注意他的容貌。我為他流淚，是因為每次他面對我的時候，我都能從他眼睛深處看到我自己的美麗影像。多美的故事啊！煉金術士感慨。